我問你一個問題啊，如果我話俾你聽，我無意之間顯化到自己有份嘅作品進入咗奧斯卡電影頒獎典禮，你相唔相信我呢？我唔係講笑㗎，不過我嘅作品咧唔係電影，而係書籍。事緣係咁㗎，喺2025年咧，透過出版社多次邀請咧，我 say yes， 所以喺佢叢書系列嘅其中2本咧，我都會有一個篇章。因為咧佢出嘅書咧就唔係話一本書一個作者，而係有好多共同作者透過一個主題啦，譬如講轉化啦、勇氣啦、堅毅啦等等。咁你會去分享你個人嘅一個經歷啦、故事或者回憶，咁去啟發其他唔同嘅人㗎。我好開心亦都好榮幸啦，成為2本書嘅有一個篇章嘅共同作者。去到2025年12月咧，我哋嘅叢書仲登上咗美國嘅時代廣場標榜。咁跟住咧就去到2026年啦，喺2月18號咧，我就好似好多人一樣啦，都會用一啲顯化工具。咁我知道坊間有好多人咧就用願景板啊、Vision Board 嘅。我用嘅咧係一個高強度、高能量嘅工具，叫做量子檔案。咁當我2月18號咧完成咗之後咧，喺1個月左右時間，3月中咧，我就收到出版社嘅通知，話俾我聽咧，我哋嘅叢書系列咧係進入咗2026年美國奧斯卡電影頒獎禮嘅專屬禮品袋。咁而我喺2月18號做嘅量子檔案咧，其中有個咁樣嘅圖嘅，係啦，呢個係我自己行紅地氈嘅圖。咁咧，當呢一個嘅消息話俾我聽，話俾我哋所有作者聽之後咧，當然我哋好驚訝啦。第二咧就係呢個意味住咩咧？意味住咧2026年所有嘅奧斯卡提名者，包括演員同導演咧，都會手上係接收到我哋嘅書籍㗎。咁好得意呢件事發生咧，其實整個過程係好自然㗎。我冇特別計劃啦，我冇諗過點樣發生啦，我冇打電話揾機會啦，亦都冇俾錢買關係。但係佢透過高強度嘅顯化工具咧，就幫我踏入第一步，進入咗 celebrity 嘅即係 circle 啦。咁今日咧會同大家咧顯化講顯化咧係分享7個重點，因為咧我透過今次嘅經歷咧，我相信我哋每一個人都值得顯化屬於我哋嘅奧斯卡時刻。咁而家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詳細嘅情況啊。首先咧就係我哋嘅作品啦。咁呢個作品咧唔係我一個人一本書嚟㗎，而係好多共同作者嘅。其實佢一個叢書系列叫做咧 Hear Us Roar， 中文咧叫讓世界聽見我們的聲音。咁佢呢個叢書系列咧，每一本書其實有一個唔同嘅主題㗎。譬如咧包括堅毅啦、勇氣啦、信心啦、改變啦等等一啲嘅人生治理。咁每一個作者咧都會被邀請咧係寫有關佢個人嘅人生經歷，係啦。咁所以其實咧寫書裏面嘅人咧，其實佢全部都係一啲嘅領袖嚟㗎。咁譬如我嘅篇章咧就喺呢度啦，俾大家睇啦。咁我咧就喺2本書裏面咧有其中一個 chapter 係啦，即係一個嘅篇章啦，咁樣啦。咁當我咧其實喺2026年2月18號啊嘛，我做咗呢一個，大家見到啦。咁我其實咧有好多時都會天馬行空咁擺啲目標上去嘅，係嘛？盡量做到你都唔知點樣顯化。咁但係當我擺完即係 I'm a celebrity coach， 然後擺咗呢個紅地氈嘅圖嘅時候咧，咁喺未夠1個月咧，我就收到呢個出版社嘅通知啦，就話我哋嘅叢書系列咧進入咗美國奧斯卡電影頒獎禮，就係2026年所有奧斯卡提名者嘅手中都會收到我哋叢書咁樣。咁我嗰一刻咧，直情係冇諗過做過啲乜嘢嘢㗎，我就話不能置信。咁我發現咧，原來其他嘅作者嘅反應係同我一樣嘅喎，大家都嚇一跳，喺第2日都係覺得哇匪夷所思又不能置信，因為我有份嘅作品居然去到美國奧斯卡提名者嘅手中。即係大家係好驚訝嘅，咁我都係好驚訝嘅。咁但係咧，其實我唔同大家講咧，係過咗咧大約3-4日咧，當我平靜落嚟嘅時候咧，我就發現，呢個唔係好運嚟嘅喎，呢個係顯化，因為我係有意識咁創造嘅喎。我就係睇翻自己嘅量子檔案，見到
咁所以我就知道咧，今次嘅經歷咧係有一個功課話俾我聽，而家呢個影片咧，我就想同大家分享咧7個重點係有關顯化嘅。重點1，無意間嘅顯化先係最強嘅顯化。第一個重點係最強嘅顯化，往往係你無意之間發生㗎。你有冇試過，越係想要某樣嘢，越係得唔到，越係執着，越係失去？呢個唔係你嘅錯，而係神經科學。當你過度執着一個目標，你嘅大腦會進入威脅模式，佢會不斷掃描，我仲未得到呢個信息，然後你嘅潛意識就會不斷吸引缺乏嘅頻率。當你放低執着，全心投入當下，做你真正熱愛嘅事，你嘅大腦就會進入創造模式。喺呢個時候，機會先會自然流向你。我參與呢本書係因為我都好想分享我嘅故事，啟發幫助其他人。我冇諗過我要進入奧斯卡，正係呢種無意間，讓宇宙有空間運作。我喺今年2026年做量子檔案嘅時候，寫低一個目標，成為 Celebrity Coach。墨水未乾，宇宙已經開始運作。幾個月之內，我嘅書就進入咗奧斯卡禮品袋。所有奧斯卡提名人都收到我嘅書。我冇打電話搵任何關係，我亦都冇花錢去買任何機會。我只係記低我嘅意圖，然後繼續做我應該做嘅事。呢個就係量子檔案真正嘅力量，唔係你去實現佢，而係你讓宇宙決定點樣實現。所以第一個問題，你問自己：我而家呢一刻係喺度執着啊，定係我係專注於去創造呢？我有冇記下自己嘅意圖，然後放手俾宇宙去運作？第二個重點係顯化唔係靠努力，而係靠頻率對齊。好多人以為只要努力就可以成功，但我見過太多努力嘅人，佢哋越努力越疲累，越係得唔到想要嘅結果。點解？因為佢哋嘅行動同佢哋嘅內在頻率係唔對齊㗎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如果你嘅行動係講我要成功，但係你嘅神經系統、你嘅潛意識喺度講你不配成功，邊一個會贏呢？永遠都係你嘅神經系統同潛意識。我能夠顯化奧斯卡呢件事，唔係因為我特別努力去爭取，而係我一直在做一件事。每一日每個時刻，我都會保持自己嘅意識頻率係一個啱嘅狀態。慣例嘅意識重塑練習，例行嘅直覺力訓練，讓我人整個嘅存在都喺度講，我值得接收美好嘅事物。當你嘅頻率對啦，機會自然會揾上你。第三個重點係你嘅故事有你唔知道嘅力量。我想問你，有冇一個故事，一段你行過嘅路，一個你克服過嘅挑戰，係值得俾人聽見嘅呢？你嘅故事可能正在等待一個機會去影響一啲你唔認識嘅人，所以唔好低估自己嘅聲音。第四個重點，機會其實一直都喺度，但係你先要預備好自己去接收。好多人問我，Miss Carrie 啊，點解啲好事都發生喺你身上嘅？又有得免費坐 business class 啊，又中過180間酒店任揀免費入住4日3夜啦，而家仲上埋奧斯卡添。我嘅答案係，好事唔係淨係發生喺我身上，其實好事一路都係存在㗎，不過唔係每一個人都預備好自己去接收。我舉個例子。我哋有一位學員咧，佢係做短線投資㗎，咁啊足足做咗10年。咁喺呢10年以嚟咧，其實佢持續累計咧都係蝕錢，總共咧係蝕咗大約港幣70萬。佢試過所有技術分析，佢亦都鑽研過所有嘅投資書籍，但係就係冇辦法喺短線投資裏面咧穩定賺錢。
當佢進入咗我哋意識重塑計劃7個月之後，佢就開始每個月穩定賺美金3000到5000蚊啦。市場有冇變到呢？冇。技術係咪突然間變好呢？唔係。咁點解會發生咁樣結果呢？係因為佢嘅意識準備好接收財富。當你嘅意識準備好，你會開始見到以前見唔到嘅機會，做出以前做唔到嘅決定，吸引以前吸引唔到嘅結果。第5個重點，感恩係我用過最強嘅顯化工具。我知道講感恩呢，可能你就會諗，我都知啦，呢啲大道理邊個唔知啫？嗱，今日我想同你講呢，唔係口號式嘅感恩，我講嘅感恩呢係有科學根據嘅。當你真正處於感恩狀態，你嘅大腦會釋放多巴胺同埋血清素，呢2種神經傳導物質呢，會讓你嘅大腦進入最佳嘅創造狀態。你嘅感知力會提升，你會開始注意到以前忽略嘅機會，你嘅決策會更清晰，你嘅直覺力會更準確。呢個唔係玄學，而係神經科學。我有一個日常習慣，就係每晚瞓覺之前呢，感恩3件事，唔係飯口號式交功課嘅感恩，而係對於我嚟講有良好情緒感覺嘅感恩。譬如話有一個學員，佢係單親媽媽嚟嘅，咁佢同我講，透過重塑之後呢，公司出咗大 bonus。無端端咧，亦都多咗啲 magic money，咁所以咧，佢就計劃咧，個半月之後就可以帶佢細蚊仔去韓國玩啦。佢哋3年都未試過出國旅行啦。咁我聽到之後咧，我就會有非常大嘅感覺，覺得我做嘅嘢咧係好有意義。嗱，呢一種嘅感恩咧，就係真正會讓你嘅大腦改變頻率㗎，咁先至真正會有果效。所以咧，而家咧，我邀請大家由今晚開始，你可以試一試，每晚咧想一想，回顧你今日有啲乜嘢小事、大事，讓你係有情感、具體嘅事件係可以感恩嘅。持續做30日，睇下之後你嘅生命有乜嘢改變。個重點，你嘅遺傳記憶阻礙你嘅顯化。好多人佢顯化唔到，唔係因為佢哋嘅方法錯，而係佢哋嘅遺傳記憶阻礙佢哋嘅顯化。乜嘢係遺傳記憶呢？科學研究發現，我哋嘅祖先所經歷嘅創傷同信念，都會通過表觀遺傳學傳遞到喺我哋嘅基因裏面㗎。如果你嘅祖先曾經經歷過貧窮、戰爭、失去，呢啲記憶可能就儲存喺你嘅基因裏面。讓你嘅潛意識不斷重複唔安全啊、唔夠啊、唔配啊呢一啲模式。呢個就係點解有一啲人，即使佢學晒所有嘅顯化方法，上晒所有嘅身心靈課程，即使係每日做冥想、寫感恩日記、做目標願景版等等，但係就係冇 magic，就係顯化唔到。因為喺佢哋嘅遺傳記憶裏面，有比佢哋嘅潛意識努力更深遠、更強大嘅一股力量。呢個就係我哋意識重塑方法嘅核心，唔止係幫你改變你嘅思想，更重要係從根源入手，幫助你重設你嘅遺傳財富記憶。當你嘅遺傳財富記憶改變咗，顯化就自然而然，好似我無意間顯化到奧斯卡一樣。第7個重點，亦都係最後最重要嘅重點，我要你知道，我哋每一個人都有屬於自己嘅量子突破飛躍時刻㗎。咁今日我嘅分享，我嘅量子飛躍咧就係無意間顯化咗奧斯卡啦。咁我哋好多意識重塑計劃裏面嘅學員咧，都突破佢個人嘅單日、單星期、單月，甚至人生最高收入記錄。譬如話有學員係6年嘅夢想，想成為美金月球人，一個月賺100萬美金。佢6年嚟咧都唔得㗎，試過好多方法，但係當佢進入意識重塑體系裏面50日，就賺到佢人生第一個100萬美金現金喺佢嘅銀行戶口啦，而且唔係一次，喺7個月之內2次，佢總共咧係賺咗超過200萬美金嘅純現金喺佢銀行戶口㗎。咁亦都有啲學員咧，佢試過好多方法，譬如話要一啲周轉啦，冇辦法突破啦，咁透過意識重塑體系咧，佢之前試過唔得嘅渠道咧，居然咧可以打開翻，俾佢套現80萬啦、120萬啦等等。咁有好多咧，特別我哋亦都有好多係做 trade 嘅學員，
即係話一啲短線或者係短中線嘅投資，譬如話炒港股啊、美股啊、美債啊、黃金啊、期權、期指、虛擬貨幣等等。咁以前咧都係蝕錢多嘅，買過幾十萬嘅課程，讀晒亦都係鑽研晒所有技術同策略，都係唔賺錢嘅。但係當佢入到嚟咧意識重塑計劃，當佢嘅潛能被激活之後咧，佢能夠對準，有啲咧就係慢慢穩定賺錢啦，有啲咧就係量子級飛躍，甚至咧賺嘅錢咧多過佢每個月嘅薪水㗎。咁所以咧呢啲種種嘅跡象，咁多人經歷嘅結果咧，話俾我哋聽，呢個咧唔係好運，而係意識重塑帶俾我哋一個科學化可複製結果嚟㗎。量子飛躍唔係奇蹟，量子飛躍係當你嘅意識頻率對齊，現實就會以你無法預料嘅方式，突然跳躍到一個全新嘅層次。我想問你，你嘅量子飛躍時刻會係乜嘢呢？或者係財務嘅突破？或者係事業嘅跳躍，或者係一段你一直喺度等待嘅關係，或者係一個你從來唔敢想象嘅機會，佢正在等你，但你需要先升級你嘅意識，先至能夠接收佢㗎。如果你都想同我哋一齊開展你嘅量子飛躍旅程，歡迎你參加我哋以下其中一個活動㗎。第一個活動就係喺2026年3月28號，咁係一個線下聚會，係我哋第2屆香港區意識重塑量子飛躍突破 Party。咁呢一個 Party 會喺中環區星期六嘅2點半至4點半舉行㗎。咁當你去參加嘅時候你係可以透過一啲活動激活你嘅無限潛能啦，所以更清晰自己嘅目標，同埋有我親自為大家做一個即場嘅意識重塑，感受一下意識重塑嘅 power 㗎。咁報名嘅詳情就喺個說明欄裏面。咁但係如果你話唔係，我而家睇緊呢個 video 嘅時候已經過咗2026年3月28號咯，唔緊要㗎。咁我哋一個免費嘅遊戲俾大家玩，呢個遊戲就係表觀遺傳財富 DNA 解碼測驗。咁咧係一個免費嘅遊戲嚟㗎。咁你玩完幾十條嘅問題之後咧，就會得到一個嘅財富基因結果。咁就知道咧你邊一方面咧需要被激活改善，以至能夠咧更加財富大爆發。咁咧呢一個嘅連結咧都係喺說明欄裏面。咁如果聽完兩個或者你都玩過啦，你話好想咧揾個真人嘅顧問咧去傾一傾，睇下咧 Miss Carrie 有啲咩計劃咧啱我嘅喎。咁你亦都可以咧直接去 WhatsApp 我哋意識重塑團隊㗎。咁我 WhatsApp 咧亦都喺說明欄裏面，咁你可以留言了解詳情，咁就得㗎啦。最後我想講，透過無意間顯化奧斯卡呢件事，讓我更深嘅確信宇宙係豐盛㗎，機會係無限㗎，而你係值得擁有最好㗎。如果你已經試過好多嘅方法，付出好多嘅努力、時間、金錢、心力，但係似乎都冇辦法去破局嘅話，喺呢一刻最重要嘅你需要做，其實係讓你嘅意識升級，好讓你預備好接收最好，甚至係超越你所想嘅更好。如果大家鍾意同我更深聯繫歡迎去 follow 我 Instagram 意識重塑 Miss Carrie。今集嘅影片如果對大家有幫助，大家鍾意嘅話歡迎你係點個 like、留言、點讚、分享，另外訂閱呢一個頻道。咁我哋定期會輸出係同類嘅資訊俾大家，可以激活無限潛能，讓你夢想快速成真㗎。當然啦，我就非常期待喺我哋嘅線下聚會可以見到你。咁如果你係有啲個人嘅無意間顯化嘅經歷請你留言話俾我聽，我真係好期待聽下你嘅故事㗎。好，嚟到呢度好開心同大家見面，咁我期待下一集都見到你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